多位社群媒體博主分享了深圳經濟現狀的觀察。擁有54.5萬粉絲的博主996利味具發布實拍影片，記錄了龍華汽車站、廣場、公園等地有民眾夜宿的景象。影片中，一名受訪路人表示自己已在深圳流浪20多年，長期在橋下或公園過夜，現在他決定在廣場睡覺。另一位博主爆料者深圳則形容，深圳如今面臨外資撤離、台企轉移、工廠倒閉、商場關門、上班族失業以及民眾露宿街頭等現象。他指出，城市的街頭人流減少越來越安靜，地鐵載客量下降越來越空， CBD 寫字樓空置率上升變空殼總部，甚至福田區的部分星巴克、麥當勞門店也已關閉，撤離中國。爆料者深圳分析認為，深圳從小漁村發展為國際都市，主要得益於數十年來台資與外資企業共同建立的製造鏈、出口鏈、技術鏈和供應鏈。他觀察到，目前龍華、寶安、坪山等地的工業區呈現蕭條，部分台資工廠以集體轉移至越南、印度、印尼等地，設備隨之遷走，導致當地工人失業。他進一步描述，羅湖廣場外睡滿了沒地方去的打工人。夜間在福田 CBD 的橋下、地鐵口和寫字樓後巷等區域，可見到鋪着紙板過夜的民眾，其中包括失業的程式設計師、建築工人和外賣騎手等。這些人白天尋找工作機會，夜晚則在戶外過夜。部分民眾為節省開支，甚至只吃泡麵、喝自來水。據公開資訊，福田 CBD 是中國大陸重要的商務區，擁有超過20棟200米以上的高樓。新冠疫情後，多方報導，包括外媒和中國大陸自媒體，均指出外資從中國撤離的趨勢，以及中國對外資吸引力減弱的情況。其中一個案例是，深圳一家擁有38年歷史的老牌港資家電企業於2023年8月18日宣布，由於疫情後的經營狀況惡化而結束營運。關注中國勞工狀況的人士韓東方指出，2023年以來，中國企業倒閉現象普遍，難以判斷此趨勢是否已達高峰並會過去，因為情況就好像海嘯到了岸邊，你不知它何時退回去。去年9月，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發布一份針對台灣企業的研究報告，多元化而非脫歐，台灣產業應對地緣戰略風險。該報告指出，有57.4%的台企正在考慮或已開始撤離中國大陸。這項調查是在2023年底對610家台灣企業進行訪問後得出的。研究顯示，台商撤出中國大陸的前3大主要理由分別是人工成本過高33%，供應鏈中斷的可能性25.9%，以及投資政策的改變25.2%。報告還強調，傾向撤出中國大陸的台企比例遠高於其他國家的企業。爆料者深圳質疑深圳當局在應對這些挑戰上的策略。他認為，當局並未積極嘗試重新吸引外資和台企回歸，也未採取大規模的減稅降費措施以減輕企業負擔，或放寬管制以促進訂單和資金回流。相反，他觀察到，當局對企業撤離和資金流動實施更嚴格的限制。例如，台企若要撤離，需經過層層備案和審批，外匯結算也面臨更嚴格的審查和延遲。部分企業主曾試圖低調撤廠，卻遭遇阻礙。一大堆老闆原本打算低調撤廠，悄悄關門，結果被連夜倒門。有些台商和外資老闆乾脆把設備連夜拆了運出去，生怕拖一天就被拿捏一天。他感嘆：這哪裏是什麼國際大都市？這分明就是一個高物價、高壓力、高失業、低希望、低薪資、低安全感的現代都市困境。這座城市快要沒血沒氣了，政府卻死死找着最後一口人氣，恨不得把人釘死在這片地上。不准走，不准跑，不准抱怨，更不許把實情說出去。中國經濟不斷傳出爆雷聲，知名服務網站58同城傳出大幅裁員消息。新能源汽車代表之一的哪吒汽車也被申請破產。專家分析認為，中國經濟面臨嚴重衰退，但還未見底，
當人口眾多的農民工既無工作又無土地時，中國或有爆發類似李自成農民起義的可能。據報道，中國知名生活服務資訊平台58同城近期在無預警的情況下啟動大規模裁員，預計20%到30%的員工，即近萬人將受到影響。他們大多是技術部門和地方服務部門的員工。這一消息在中國已登上網絡熱搜。58同城是中國大陸的一個找房、找工作、找家政服務的熱門平台。延伸閱讀。大陸58同城被暴大裁員了，近萬員工受波及。台灣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專任教授孫國祥對大紀元表示，中國大陸整體經濟下行導致消費需求不振。對於像58同城這類依賴線上服務和招聘的平台而言，企業招聘需求減少，個人消費意願降低，就直接衝擊了這類平台的業務。美國財確房地產投資公司總裁蔣品超對大紀元表示，這類服務平台的衰退是中國房企破產、房市萎縮造成的一個嚴重後果。他說，當年大量的農民工來到城市參與建房，他們來到大城市後首先需要58同城幫他們自己找房住，但是隨着中國的房企破產了那麼多，中國的房市災難性地萎縮，這些農民工在城裏沒有了工作，就又回到農村去了。這樣58同城就損失了一個租房大軍。同時，許多城市居民也因為生存的壓力而節衣縮食，也沒有多餘的錢去租更好一些的房子，只維持現有狀況。蔣品超表示，中國房地產經濟不景氣的狀況影響了許多相關企業，58同城這類服務平台生意下滑是很典型的一個例子。中國媒體6月19日報道，已改名為合眾新能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的哪吒汽車被申請破產，10億股權被凍結。這一消息也登上了網絡熱搜。哪吒汽車曾是中國新能源汽車的輝煌代表之一。孫國祥表示，中國汽車市場競爭白熱化，價格戰頻繁，導致利潤空間遭到壓縮。這對於那些缺乏核心競爭力或者資金實力不足的企業就難以維繫。蔣品超告訴大紀元記者，哪吒汽車是中國很典型的一個低價競爭的新能源汽車。因低價競爭，中國的新能源汽車受到歐洲市場抵制，這導致其出口受阻。然後這又進一步導致中國車企內卷搶奪國內市場，如中國電動車龍頭企業比亞迪一直在降價促銷。像哪吒這種企業，當年好像是比較有名，但是真正跟這些大型企業相比，它就比不贏，內卷不贏別人。蔣品超說，在競爭中，那些大型國企會獲得一些保護和補貼措施，就導致這些民營企業的破產狀態是必然的趨勢。延伸閱讀，哪吒汽車員工CEO在辦公室被8人圍堵討薪。蔣品超提到，尤其在習近平向左轉的時候，他重視國企不重視民企，國家的政策和資金都向國企傾斜，這就導致這些民營企業無法生存下去。蔣品超表示，房地產和汽車是中國經濟的兩個重要支柱。房地產當年曾佔中國 GDP 的30%，如果房地產不能夠復甦，中國經濟就很難復甦。但是中國因為人口紅利減少，房地產是很難從低谷爬起來的。新能源汽車現在也是一灘泥，他們現在還只是剛剛爆雷，新能源汽車還會嘩啦啦地往下跌，還會死一大批。蔣品超認為，中國經濟已經陷入大蕭條了，只是這個大蕭條還沒有到底。孫國祥表示，房企和車企的萎縮不僅直接導致失業增加，還會對其上下游產業鏈，如建築、建材、汽車、零部件、廣告、人力資源等，也會形成連鎖的負面影響，並進一步打擊消費，壓縮內需，形成惡性循環。中國大陸經濟現在處於深度衰退中。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對大紀元表示，看到房企和車企不斷爆雷，大型服務平台也在萎縮，他相信還會有更多企業破產。中國經濟的寒冬還沒有到底，只會越來越冷。他說，大蕭條通常伴隨着高失業率，以及整個經濟和社會的徹底崩潰。但是由於中共一直在掩蓋中國經濟困局，外界無法獲得真實的經濟數據。不過，
他相信中國經濟現在肯定是在嚴重地衰退，而這種嚴重衰退應該是走在進入大蕭條的路上。蔣品超表示，如果中國經濟持續惡化下去，真正受苦的是社會最底層的老百姓，而受苦最嚴重的會是農民和農民工。他說，很多農民響應中共號召進城打工，現在城市的工作沒有了，他們要回到鄉下來，可是也沒有土地種了，那怎麼辦？所以他們這一群人是最苦的。蔣品超指出，中國社會與經濟中一個很大的災難性問題，一個最黑暗的問題是三農問題。三農指的是農村、農業和農民。他表示，如果中國經濟嚴重壞下去，中共的政策還是會向城市傾斜，所以農民是最遭罪的。他說，中國將來會發生很多問題，像當年李自成那樣只搞農民起義都有可能性，因為中國人口最多的依然還是農民。